50年代，阿公总是收音机不离身，听着新闻。新闻快报，新闻快报。今天是民国48年8月9日。近日于台湾中南部发生了严重水患，受灾居民达30余万人。80年代，阿爸总是吃早餐配报纸。90年代，我们每天都会打开电视看新闻。现在，人手一机，看着 Now News 的新闻。随时戴眼镜，让 Now News 时时刻刻陪伴你。传播新闻的工具在改变，唯一不变的是追求真相的本质。专业影响力，开启全新世界。Now News 今日新闻。